你形象，你已经过去就是邪不正。毋过呢，因为你已经精神啊，你已经知影。当然，即句话就是咱我最常讲，伊回到三种，离迄个时阵，咱形象已经应该是觉悟，应该是觉悟啦，毋是讲后壁即段，因为即段话是咱合作嘅合作嘅。啊，你已经得到正觉，嘛应得到正理。啊，所以呢，你喺呢个当中，哦，你嘅正觉是正觉，因为你是一个正心嘛，哦，你甲太对了啦。啊，写嘅不正啊，偏偏就迄个写嘅，我嘅心写嘅袂写，啊，我嘅心若正，啊，我嘅也正。哦，这是安尼，比如咱今日这个身体，好，咱这个身体，那是一个土地身躯，这个身躯会当去做显示，这个身躯会去做显示，啊，这个身体，那是一个显灵，这个身躯会去做显示嘞。特别一个身躯，这个是一个工具，咱嘛知这个身体拢是一个工具，但是做出来物件无相像。做出来无像，我认做一个物件，我认做一个事。啊，虽然想下过来底当中，所有你要做的善事，你要看的善事，你要听的，你目睭看一切事，你耳孔听一切事，哦，你所看的物件、所听的物件，是即个心的不变，离你即个心的不变。所以咱做人讲一句讲，思量善事，即行善行。啊，思量恶事呢，即行恶行，足简单对就是这样。所以你这段当中，把重点来讲，今日哦，你心的内底，毋是你业的内底，哦，只有你行不负你行。伊人甲讲起，我无欠你的钱，我无欠你的命啦，我是欠你怎样有命。所以人讲啥，有借可借，啊人善言呢，就是相应啦，哦。啊，因为我都无欠你的，你睇我命怎有下你？无嘛？我都无欠你这个因果，我是欠你钱的因果尔。哦，我欠你的命因果，因此你抬袂落呀。哦，敢是安尼？啊，我若欠你的命，就叫你抬起来咧。所以因果，哦，咱来讲有因啊，报因啦，哦，啊有受呢，当然啦，叫做报受，那叫做因果。但是，只要你食素食，因为你食素食的原因就是，我今做这个因，后壁来欠咱的命，虽然相对后壁讨我的命，但是我今日要来做这个因，就是因为我今日无欠你的命，后壁我唔免赔你一条命，我用物质来赔你就会使啦。哦，即句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啦，吼。那当然，行销标。迄个形象听着啦，作为讲这尔，惊者讲，靠的是讲到拍的意思啦，吼，惊者吼我靠我，即个人吼安尼，我袂来，吼我来讲是话当中的时阵吼，讲这物件，拢讲到互伊感觉讲良心的发现，吼，所以毋讲讲救伊风骚，就是讲因为伊惊哩啊。人要甲讲叫分离啦，吼，惊是讲分离。啊，一寡风俗就啊，听一下怎精神起来就对啦，吼。咱人平时足惊着吼，有人讲惊到分离，惊到分离安尼啦，吼。我怕你讲惊到分离，伊个是可能惊到迄个，迄无法宝贵吼，我袂惊到讲骹团软着嘛，我毋知影记啊。啊，不过这是伊即段话是安尼讲，由爱悔过，当然。平常内底当中然后，他是以这类代志，要来暗杀，要来气算的性命，这是一个重大的危险。所以你的动下，哀求悔过，还有忏悔机会啦，吼，即个出家。你讲，啊，你今日我伫遐甲你，虽然我做一件唔对，但是我哀求你，互我会当解决，但是我要向你做出家，我要。哦，这个刚才讲的，你希望做徒弟啦，吼，啊，我要带咱的时阵啦，哦，做起哦，这个详细的这当中，甲你的这个
这个作为来续收对啦吼。所随伊有金啦吼，言语相比，因为咱当作为，伊就是摕这怎样有金互伊啦吼。言语相比，你这有金客，你要紧走，你先去啦。哦，因为我承认也是欠你说你较紧去，因为向招翻来你有你，因为你今日若毋知影你要害我吼，你互我来这土地吼。我来这时阵啊，这丰收啊，吼，换你害我无成，换我这土地换来害你会成就对啦，吼。当然，咱讲的大家毋是想作为应该要办嘛。你真正去一个刺客，啊，叫迄台湾的总书，我就肯帮你走啦。大家毋是紧来要办啦，听着名当中呢，连跌嘛跌死，连哭嘛哭死。即个人知影，啊，当然嘛是咱六所谓的知影未来发生什么代志。伊是一个学者嘛，伊怎毋知什么代志？所以就讲，你要紧去，你要紧去，你是自客的去，啊，无人互人倒转来吼，哇，你的性命好无去。你靠他因异行而来，结果你等了后你找一个时间，变异行就是讲换一个。这个形状形象的，你要来讲拜求这个做出来作为你真正这个是拜师哇，这个毋是你今日来四三无成，哇，要来拜我，安尼若安尼甲讲起来，咱上无下着这逻辑啦这段换这段，后表换换后表换，真有意思啦一段无相像啦。这段你就是魔鬼，你当然我原谅你。后半段你来，就是要来求我拜佛，这就是大神。这叫做无共的这个艺术。所以呢，你可以他日后起来换一个这个伊就是变伊，就是另外一个换一个形体起来啦我同你说啦，我会甲你念的时候，我会甲你接受。我会甲你说教，来念教，我会甲你念书，就讲我会收你去做徒弟。即句念书的意思，差不多安尼啦轻枪兵子，这个小盾啦轻枪兵子，兵着咱逐组规定，伊即个旨意，小盾就是讲，即时就是走，因为用看名来嘛小盾就是消退，按是分嘅，按讲起来讲，怎迄个，按时要摸来啦但是代志要那个摸嘴，迄个消退意思叫做摸嘴安就对了，无公开嘴啦，安就对了消顿消液啦，毋是顿啦，消液啦消液这个很快就离开了到金出家啦苦盖境界，伊出去了后，就是投身出家，投身出家就是讲来出家做回向来做这个修学道因为在佛教上内底当中，伊有做四种有9年有5年有5色当出家当中呢，伊查甫是叫做哪呢？叫做比丘比丘因为伊比丘具戒精进，迄个比丘戒比丘戒，迄叫做250戒250戒啦。比丘尼呢，就340戒。因为比丘尼的戒律，查某人的戒律较济啦，查甫人的戒律较少啦。这里佛教上就是按规定嘛。讲能够讲查甫的业较无遐济啦，查某的业较重。安尼。若过去咱袂当讲个咱讲过去捌讲的，你过去学的时阵，是无查某人出家呢。伫泰国非常泰国只要到国外内底当中，伊是无比丘尼的。伊是无比丘尼，迄种是用专门查甫出家的。你若去到正泰国有淡薄，
庙事啊吼，你内底土地无分到咧做尼姑，但是有尼姑，因为伊伫边仔另外起一间啦，迄叫尼姑庵，家己起，凊彩搭一个尼姑庙的边仔，伊家己伫遐咧修，安尼迄叫尼姑庵啦。啊，伊袂当等于大庙事内底含迄查甫的迄比丘做咧修，袂当安尼。哦，所以呢，因为迄个查甫的护戒精神，迄个护戒，就是讲啊，即个叫比丘戒、比丘戒，因为250戒，所以厉害伊，即个烧饭了后，烧热了后啦，伊就马上就一出家了对啦，修即个护戒精神迄个修即个阿罗汉戒，安尼对啦，那现在讨论一日业书之言，换来的经，书法我叫念你，你来何玩？咱望和尚下罪，今虽出家肉刑，可刑，出家可刑。可刑即是肉刑啊！可刑江南报德，以为传法度生活。地主上南涅槃经，未晓，常无常义，乞和尚慈悲，列类解说。书法，无常者即不成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量。即一切善法善恶诸法分别心。因为这段呢是接咱前段迄段来啦就是讲因为伊离开了即个做庙，伊马上就去出家啦修菩萨戒，修迄个这个比丘戒啦修比丘戒，甲你讲者先剃头，先出家，因为咱嘛知影讲当时恁若去到泰国，因为泰国因为每一个查甫拢爱去出家，伊出家叫做哪？叫做比丘戒。因的出家就是讲，你查甫的去出家，就是代表你做一个孝子。因为恁爸爸妈妈生这个囡仔已经成婚啦，所以呢，因为伊要未出家以前，因为伊爱拜爸爸妈妈，但是伊出家头剃过了后，去到庙时，还爸爸妈妈爱拜，伊迄不是你的囝，迄就是顶方佛，这个规定就是安尼。但是你要出家的时阵，你的厝要去到庙时，有够老个，因有一个叫做哪，叫做比丘塔，叫做比丘比丘坛啦，比丘塔。比丘塔就是一个架，过来人讲咧，讲咧当中伊就坐去迄个顶环，头前一个人，一个人就去啊，贴附去，讲咧了后壁一个人安尼，那是换样就对啦，就参照了你了解时间就对啦，安尼，足够瘾，就甲伊讲伊到庙死。就是讲我饲这个囡仔，已经经个生活，但是咱会知讲比丘，这个比丘，这意思，比丘是因为这个印度的一个名，但是伫咱中国来讲嘅。
叫做破恶啦吼，破恶，哦，破恶啦吼，啊，先叫做哪？叫做去数吼，哦，啊，第三叫做一个叫做强，这个哪？一个叫做哪？一个叫做破恶，啊，一个叫做破魔啦，破魔，破魔，安尼啦。哦，所以伊有分这些，这个比Q 伊就分这三个意思啦吼。啊，因为什么叫做破恶？因为你做要Q的内底当中，你的恶法、贪嗔痴，这个恶法，哦。十而言，这叫做恶法，这种爱去掉，哦，啊，迄个哪样呢？哦，这个六尘，这种爱破掉，啊，这个恶法吼，这个恶法，拢一定爱破，因为你要求内底当中到社会贪嗔痴，伊若无当，伊基本上来讲起来，哦，要得到阿罗汉的创造就得袂到，所以因为伊这个要求。伊就是一定爱破这物件。第二叫做乞术，因为伊袂使家己乞术甲乞食无相像好哈。伊咧上乞食用慧命，啊下乞食用性命，伊两种意思。啊，因为伊这个乞术就是足有人格人，足有地位人，哦，啊足有高尚的人叫做术，所以咱人叫做殊荣高尚哦。而咱人。所以四种，迄个叫做殊，殊是足高尚的人，荣殊荣的做事人，啊来做工啊人，啊来做生意人，无干无相不成相，啊做这四种人，这人的四种内底，迄个生意人上干相嘛，哦安尼嘛，所以嘛叫殊荣高尚。啊，这个殊就是君主，就来讲叫做进术。啊，伊有钱，伊出个钱，但是伊袂使家己唔晓收钱。伊着把这钱拢管管出，伊既然要做要求，伊这钱要管出，袂使伊家己嫌收钱。哦，啊，着爱含啊，含师傅啊，含师傅啦吼，因为透早你想讲当时，就对你讲，因逆时不失时，着以持我，入社会大城去识，有医生的厝地去理，原本厝款是以收医寡，先收医负责二责。是毋是安尼？迄就是爱照迄个规矩，含不的规矩安尼。逆时不失时，逆时因为不咧食饭有伊，那讲神之我就是人咧食物件，味辛有就是精神食物件，水海水就是鬼神咧食物件，跳银帽就是咱咧讲神咧食物件，所以人咧。拜神啊，拜天神，拢拜迄个咧天光爱路吼，拢拜迄个老神应。啊，若鬼神呢，拢伫迄个上暗，迄个上暗迄个时阵半暝啊。哦，啊，咱咧食饭呢，咱人咧食饭，就是对咱对迄个神之我，迄个字，迄个必须意味在。食物件袂使是超过5时，叫做过午不食。伊这时间就这三个时辰，安尼神之迄个这个神之我啦吼，这是咱人食。所以伊不食时才有规矩哦。食的时阵，有食的时阵，毋是像讲咱今年存讲半暝要食嘛无要紧，啊半暝要食嘛无要紧，啊你才来食，毋是安尼哦。因为拢有规规矩。适时着一起我，因当然因咧要去乞术，这个乞术起我，伊毋是简单咯，因为伊有三领衫哦，一领叫做金咖喱，一领叫伊多罗森，一领叫暗头花。啊，金咖喱就是咱讲迄个华衣，叫福建衣，伊一定爱换迄福建衣。你去甲看伊，敢毋使先来穿一件衫？比如你要去总统，你敢会使穿一件绿色的白衫去？
哦，啊，你做大官，你敢会当请一个生产型产品，袂使嘛吼？人伊有分做3领衫，叫做三衣，迄领增加个叫做大衣，嘛叫做福建衣。所以伊要去讲化验，一定要穿一领福建衣啊，袂使穿了会穿。伊多罗森就是营养衣，伊多罗森伊新化衣吼，伊多罗森迄领叫做营养，啊，就讲因咧钢筋塑化的当中要换领衫。 毋是真啊，学袂清咧，你嘛袂使讲穿真家咧听番咧，啊你嘛袂使穿咧总武衣咧听番咧嘛袂使咧，一定要穿咧叫营养衣，啊一个咧叫做哪安头的，安头的叫做哪叫做叫做总武衣啊，吼，因飞翔，伊毋是讲个时阵啊，吼，这QQ毋是讲想法因为无代志咧，因阮爱去扫涂骹咧，阮爱去做工咧。 啊，这个电话爱去做工的，嘛爱去做的，伊咯，伊的工课叫做做武衣，但是因为这个技术，这个技术毋是去食爱听好，因这个人是真有钱，嘛是有地位的人，但是伊为着要修行，所以伊甘愿把遐钱捐出来，吼，所以迄当时咱嘛知影讲。 真正要修行学道，嘛袂使结婚结。伊258你想讲这目前中，就咱台湾这非常这大乘正宗啊，这非常咧修。伊要修行了后，爱通咧摸办离婚咧。吼，你甲看遐有哪敢摸办离婚咧？袂使有阿某命。吼，因即拢一定要安尼，所以因这规矩嘛作业哩，对啦，吼。啊，所以因为咱拄则咧讲。 因咧食饭的时阵，因一定要换迄个啊，迄个叫做吼，这个叫做福建衣，吼，所以因这叫做梳去梳，布毛，这个叫做布毛，布毛你换一个咱的中国叫做惊死掉啦，惊死掉啦，因为咱这叫做六道众生啦，吼，迄个这个天道、人道、阿修罗道，伊就出生了掉，这叫六道众生。 按六道众生有一个福管理叫做普贤，叫做普贤啦吼。这个普贤贤就是个贤啦吼。普贤伊这个就是咧管理六道的这众生。但是你要去到做必求的时阵，一定要离开这个六道。啊，你进入。 必求完了后，你六道欲界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证明爱跳离开，吼，这个叫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无几多这世界，这两方爱跳出。啊，跳出这个门，这个命爱拄掉呀。啊，拄掉伊有当咱去做必求，哦，啊做必求了后，因为伊好信这个人，把他当作六道，而且众生拢是伊的囝。 拢就是会惊，啊！伊气命好无好，但是呢，伊会惊死掉，会讲说唔甘啊！你的查某囝要嫁吼，你会欢喜来作死的，讲你会作欢喜对不对？但你会作唔甘，敢毋是安尼吼？诶，无啊，才会讲查某囝要嫁出啊，目屎流目屎滴，嫁出做好才目屎流目屎滴，因为你唔甘，因为含你做母会做伙唔甘离开，啊，这个或许的做唔甘，伊吓了一跳，我搁一个我的主地都要去，做迄个开笑啊，都要去实验啊，所以我就点这个是，即句意思啊，就对遮来。你讲，今日你做这个内底当中有这三个，破技术甲报这三个意思吼。啊，所以呢，这个咱今日是讲，这个该说的这个，你实是不实是啦，要给伊起话咱进一个空间啦，咱就开始讲这个物件那伊既然伊开始是要做求了后，就开始进修，但是因为泰国，因为伊的修学道内底当中，因为伊要做必修，但是毋是一定爱死人，你要做一礼拜会使。要做10天会使，甚至你要做1个礼拜拢会使。
你分析都偌紧，但是你一世人查甫，你一定爱去做一届的时阵对象，所以咱咧道亲，大家拢有去做着比丘过吼，这是因为咧互相了解。那因为当今就是讲，咱拄则讲这个形象，就是因为伊去做比丘了后，经过将过时间有一日，这段一日易书之言，易书之言就是讲，就是相回忆回忆，书之言就是讲，咱人做回忆，你阵我讲交代，你当然得逆行而来，看到一个形状以来，易书之言。原来曾经就是这个礼敬礼敬礼敬，就是讲我来对于这个人做为人，对祖师的这个礼敬，使我596年你来何愿596年我想你想我。我嘛真思念你啦，你来好啊？你来从早来啊？你哪来较早来啊？因为经常就讲10望和尚下罪啦吼，经随出家可行啦吼。我就是讲，伊开即个我的意思就是形象咧讲的话啦吼。讲10望和尚下罪，就是讲我应该来害你，但是你不互我。出发，你会当赦免我，我的时阵会当个出去安尼啦对做帮分的啦甚至当中呢，我要甲你排，你赦免我，你得到我逆行有一日来，搁要受我做徒弟，这个当然，这种的感恩啦不尽啦今随出家。可行啦虽然我即马开始出家要修250届，要修可行啦，将咱报德啦要甲讲起来，咱这个报咱这个大师的这个恩德啦所以咱修学的内底当中，即句话能够甲讲起来，讲到咱别人弟子啦咱会记着讲，咱当时。咱14代祖，咱11代祖，咱的师祖师母啦甚至呢，咱老前辈当时伫中国大陆，咱嘛知讲，要互在场啦在场听无有福德过啦总来倒再从来再拜拜啦，伊叫在场啦甚至呢，受迄阵当时的迄个共产党的必杀，迄阵是把一贯都当作是邪教。毋过呢，咱师尊迄阵甚至咱师母迄个时阵受着足大的委屈，老前辈迄阵来到香港，得到圣大个师道搁要来台湾这个抱团有缘，迄阵呢。迄个时阵，伫香港差一点生，但是伊到尾即句讲，我人死无顶，但是台湾嘅通宵了怎么办？所以咧，因为咧内底当种种啦伊嘅一心，伊嘅一心啦就是咧念着咱这有情众生，有情众到今日，咱有天道，咱有真理。咱有传承，咱今日咱得到了后，咱个想方案，咱这个这个心理上人不得，伊若当时把这个物件全部传过来，是不是做这些物件了后当中呢？因为迄个时阵他没有这种顶人用，所以可能人性要修得，要得到，要学到，这可能有困难了啦所以呢，给大家讲，食火鸡嘛要拜树头啦饮水嘛要思源，水有源，根树有根，根本啦树要有根，树若无根袂大长啦水若无源。
了袂远啦。人若无本啦，本主有本啦吼，啊若无本入啊就袂熟啦吼，咱本入伊就熟。那当然，即话嘛咧甲你讲，伫咱修行的内底当中，咱会当大汉是前辈者用着一个心，用着一个爱心，过过去，任何时靠经理甲恁照顾，甲恁栽培，咱是领周经理甲恁牵绳，甲恁照顾，甲恁栽培，甚至呢，嘛足侪前辈者，甲恁牵教，甲恁栽培，那咱今日即个道场，咱会当搁遮互相来方便，这是我咱会当去对事着过去，前辈者接落来，因为牺牲啊奉献，所以呢，将来报应，以为传传大辛苦，以为就是讲，我唯有就是我会当来传传大辛，我会当来修道学道，会当把真理一直甲传落去。会当度化有情的众生，咱啦，即个讲报答着前辈者，即个恩啊，咱拢是报前辈者来讲说，报咱唔免啦，但是你会当把我传下落啦，我会当继续去度人，再继续去讲经说法，再继续的时阵啊，即个去度化有情的众生，安尼落啦，即句话啦，差不多安尼。唯有就是我即个你要报答你的恩情，我就是因为会当来传承正法，来度化有情的众生，差不多安尼尔啦。无免我叫做报答，本来就是小工课嘛。所以呢，你爱了解，咱每一个人，因为一代传一代。咱唔感觉讲自我捌，咱学校即个47年。47年记得我3岁记得啦，因为迄阵细汉的时阵，爸爸传起来，我嘛唔知影啦教进已经20几年，但是我咱了解过前辈者，尤其是咱中个下，迄真正等于要2、3摆。菩萨当时我做囡仔的时阵，伊迄阵当咧办课的时阵，迄阵拢40外岁，迄等了，等了。我爸爸都等30年去啊咧，等30多年去啊。所以呢，过去上大酒先生迄落啦，吴敬亭先生啦，大家这不是等了，我等不正常的等到正常，但是时代传到咱，传到我嘛一定老安尼我68岁咧，嘛无少年咧但是咱后壁呢，一直甲传，传到大心，唯有传到大心，咱继续把这个方法交代落去，唔是要靠咱等于咧，唔是靠咱装无味咧，唔是靠咱这装无味，咱会当真正感恩着前辈者，感恩着咱过去，咱的祖先，唯有着把这个德甲传落去，咱做德应彼顺，做做应了顺，有这句话无你做这应彼顺，就是你把德甲传落，但是报答着你的救人之作，报答着你的父母，报答着你过去的前辈者甲你栽培，安尼尔，无你要报答伊啊？对不对？你讲的时阵，你请这伊也死啊！你讲要变成3钱，伊嘛死啊！对不对？咱爸爸妈妈，像爸爸妈妈，等于讲热的时阵啊，迄个母亲节，要请妈妈迄个这是很到机会，无啊？变成了10岁妈妈请到机会，冇啊！爸爸坐到，爸爸坐你来安尼行来，这是很到机会，是无？唯有怎啊？大校医疗关系，唯有就这个工作。唯有这个大校医疗，什么叫做德？度化有情的德上高。你把你的工作，无因为着你的代志，与众生样的之外代志，天的代志，你甲传发好心，你讲伊成办，这才是真正大校。那当时讲信人来讲，立心应道，扬名以后世，以业如母，好吉祥。立心应道，立身行道。这个心在行道，那是大校，好吉祥那是大校。但是，所以呢，这句话，
嘛是形象的咧对伊的时阵即个作为着讲，实在是终身难过嘛无法度报答着你，甲我包容，甲我原谅，甲我赦罪，甚至你今日你搁会要来接受我你的徒弟，终身难过的问题，唯有就是我会当继续做这项会，我会当做这项会的，这叫做重点毋是讲会继续较多的钱互你还是讲我今日要做一个物件互你还是讲我要做一个金条，要做华联互你你拢毋是。圣灵伊嘛有爱遐物件圣灵嘛有爱物件，爱遐物件是原本爱。就我讲的，我着讲这是安怎把伊黄金铺地要甲摕出来，伊毋是看起来黄金，迄黄金是世间在世间用，失去就无路用。伊看的就是传达模式，伊就是要甲因当时少一声起一间精神，庙就倒来黄金塑造。这当是真正传达模式。是这个重点嘛，所以有今仔即款物件，咱咧处理工作爱三个重点咧。毋是今仔日就当讲学袂语话咧，语话三个重点咱语话人讲安怎拢记记有尔咧。所以来后壁即句话就是讲，咱平常在继续讲地主上咱的环境，未晓上无上义，去何上之美。愿会解说，安尼对啦这句话，若以业环境来讲起来，这个上当业环境内含金内含金离这个佛教界里，可能叫做这比较新内涵就是解脱，跟佛道要发的情，就是内涵。内涵之前留下来一部经典，叫做《内涵经》。当时迄个吴景同吴景同法师迄经拢有讲过。当时做会员，嘛把吴景长，迄时阵甲吴景长上一遍变无听过但是今日咱欣赏伊嘛是咧研究《涅槃经》《内涵经》这个人所以呢，因为伊研究着。这个内涵经的这当中，未晓上甲无上之义这嘛真重要上甲无上这是句话啦，这嘛应该大家真正爱要了解这款物件去何上之美，愿列为解说，你需要注意的。我先对这两个物件，我就无足了解是毋是你能甲解说啦但是因说无上者即是佛性，伊就比较解说无上者即是佛性，无上者即是佛性咱讲但是有上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了，一切善恶诸法。分别，这个问题出对就说的，涅槃经是安尼讲涅槃经上是咧讲佛性涅槃经上是咧讲佛性无上是咧讲善恶诸法分别安尼啦毋过若做会员，伊就来讲呢，无上是佛性，上这个上就是善恶诸法分别，所以咱这物件爱看出好来。咱咧特别有经过，咱当初来解说是讲啦我和尚所说，大为经文，说我传不心意，安敢为伊佛经，经说佛性是常，和尚确言无常，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即
何相则言是相？主席上位，主席上联合人专家议业，联合人专家议业。咱一定喺这段话有阵时咱若无注意，咱就叫这段话我误会去。因为这个相，伊内底有咧讲哦，伊讲法，这个法就是经常咧讲的啦。好相对对立作用咧讲的，所说大为经理，啊你讲的当中那是违背一般经，一般经是讲相的，讲不相的。啊，无相就讲诸法，乃至法性就讲无相的。但是你在讲的时阵啊，这个无相是不相。而按是你讲的是叫违背经理，安尼看有对无？但是伊就甲讲啊，我传佛心印，我咧传是佛的心印，就是咱的印心。咱讲起来，如果无违传本的事妙本身，我是咧传心印。按甲违佛经，我敢违背经的迄个义理，迄个讲，咱想来讲迄物件。经讲切话，是讲对。但是你讲大为经文，那当时你讲出来就是违背经典的义理啊！因为这个法就是迄个这个经常咧讲啊，讲经，这个《梵经》所讲的，为什么咧讲是常？为什么咧讲是常？好。毋过你讲的是善恶诸法分别，但是因为善恶诸法乃至于菩提心，该是无常，好心佫是常，好心佫是常。那好心却变是常，那毋是常为吗？这就常为吗？灭合人专家义业，我对你个学习的人更加了。学起来，记起来，安尼对啦所以咧，今日咧看这段经文，那你甲讲起来，咱嘛是有阵时若无真正深入，讲到尾你毋知咧讲哪位。其实常甲无常，常甲无常，学到尾啊，咱若无真正深入的，必是我无正常的。别人咧讲，你都毋知常甲无常是啥物件，所以伊就来讲啊。但是，咱看到是因为这段话来对个做者讲来啦好来，书法，入凡经，我是听你无尽中，读上一遍。我是听你无尽中，读上一遍，因为解释方法有一字不合经文。乃是为你，将无疑说，学人识量千万，万和尚必归屈不求开始。所以，因为这段话就安尼读落来了后，咱来当接个这段话出来。因为我即摆。后边这段话要读出来了，我要不来讲伊遮的重点出来，所以你爱真正袂先啊看。你环境就是一部经典，我过去有听到无尽长读过一遍，因为无尽长嘛伊个讲诸佛妙理无关文义嘛离咱离六祖坛顶甲第六顶就讲着这物件但是。因为迄个无尽藏，你阵有读一遍我听，因为我毋捌伊，但是我并唔解释，我就读无尽藏解说，但是解说了无一字甲一字无合经文，我讲出来，因为这部《入凡经》内底当中，我足清楚，无迄个一字啊甲一字啊，意义的字啊，一字无下，这个意义的字啊，无合经文，无做一个无合经文啊。乃至为你，乃至甲你现在啦将无疑说，我无讲的时阵也无讲毋对啦免想说我当然无讲毋对，
毋过伫即段当中呢，啥物啊？行人识用千万，即段就是伊个影响来讲。讲我吼，我学学人吼，行人的时候，我学学人吼，识用就是讲个知识啦，吼，智慧啦，吼，千万啦。啊，原会上较委屈的，啊，你着较认真开始者，后壁出来咯吼，伊即是规盘落来啦吼，伊即是计算咧，所以伊就直接计算咯。诸位逆地吼，内地吼，不成日常，不成日常，经说什么善恶之法，并说什么善恶之法，乃至强业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乃至中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我说无上，我说无上，正是不说真相之道呀。正是